自從推出咗保時捷遠程診斷服務之後，陸續有好多車主感興趣並且諮詢我哋。今期視頻會係一次 Q&A， 我哋會集中解答比較多車主問嘅問題。第一，要點樣使用遠程設備？遠程診斷設備使用方法繁瑣嗎？操作一共有2步。第一步，將診斷儀插上車輛嘅診斷插座上面。第二步，領車時或者撻著部車之後通知我哋可以開始診斷就可以啦。第二個問題，係咪任何環境都可以使用？有手機信號嘅地方都可以進行遙距診斷。我哋嘅設備係通過手機4G 網絡連接，所以盡量避免喺地下停車場或者大廈內部信號差嘅地方使用。第三個問題，遠程設備可以解決邊啲問題？可以解決嘅問題大致有5方面。第一，通常嚟講，車主見到儀表着故障燈，但係又唔知發生咩事，會好擔心。我哋技術專家可以準確咁話俾你知你部車發生緊咩事，即時解答你嘅疑慮。第二，如果你揸緊長途或者自駕遊途中，萬一部車有咩異常狀況，技術專家會俾出緊急處理方案。第三，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想入翻部二手車，我哋可以幫你檢查翻部車有冇異常隱性問題，或者有冇改過公里數等等。第四就係拆隱藏功能。如果你想打開一啲隱藏功能，又或者想關閉一啲唔需要嘅功能，我哋都可以直接幫你做到。第五，仲有最後一樣好緊要嘅，就係驗車嘅時候發現有曲，我哋可以幫你消曲。第四個問題，檢查報告係咪可以實際幫我解決我嘅問題？如果你喺內地任何城市出行，部車出現狀況，我哋可以通過遙距診斷俾出專業意見你，可以聯繫保時捷專修服務商喺當地就近幫你解決問題。如果你喺香港用車時，部車出現狀況，我哋可以即時俾出專業意見你，幫你慳錢慳時間。第五個問題，是否會存在隱私洩漏？呢個設備係通過通訊技術將你部車電腦嘅實時數據傳翻我哋服務中心。技術專家通過遙距信息睇車輛嘅實時運轉數據做診斷，診斷結束後拔除診斷設備，數據就會即時停止傳輸，唔會存在隱私洩漏。第六個問題，是否有試用方案？呢套設備有2種使用方案，第一種係租用方案，第二種係買斷方案。如果想試用嘅話，可以用第一種租用方案。關於遠程診斷設備嘅詳細功能介紹，可以睇我哋過往呢3期視頻。如果有其他問題想問，歡迎揾我哋詳細交流或者約嚟現場試用。